Hello， 我係 Yumi 啊！嗱，今個月7月1號咧就係禮拜二嚟嘅，咁我相信大家咧都會比較急啊！嗱，回歸嘅賽馬日啊，咁但係急還急啊 ！Tracy 咧亦都問咗2個馬房手足料同大家分享㗎。嗱，另外啦，其實喺啱啱嗰個賽馬日咧，有位馬主朋友咧，亦都有啲花生嘢咧，要同大家講下㗎。咁喺呢條片咧，亦都會同時透露俾大家聽嘅。另外啦，喺回歸日，如果想收到 Tracy 同 Thomas 嘅免費資訊嘅話咧，記得加佢 WhatsApp 啊！嗱，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以為潘頓騎嗰啲馬主一定好開心啦，即係揾到佢搏殺啊，揾到冠軍騎師去出戰咧，當然啦，安心好多。冇錯，有一半馬主咧都係咁諗嘅，但我可以講個實話俾大家聽咧，有一半馬主並非大家所想嘅。嗱，尤其是咧，其實咧，呢2個賽馬之後咧，賽後都有2個馬主朋友啦。其實因為佢哋都好多聯繫啦，例如呢個馬主朋友，其實就係嗰啲同啲團體馬一齊啦，又或者佢哋久唔久都會話一齊食下飯啊，有個 WhatsApp group 啊，尤其是嗱咁都可能咧聯繫下㗎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點解可以成日聽到人哋啲心聲啊？因為加咗落個 group 度嘛。嗱咁呢位馬主朋友咧，其實佢唔係第一次啦，佢都講咗咧，即係暗示同個練馬師講咧，如果潘頓攞馬騎，因為有啲朋友未必知啊，就算冠軍騎師咧，都喺嗰場咧都係有機會咧坐空凳嘅。咁當然啦，有冇啲騎師咧就有經理人嘅，咁佢哋會度好晒，喂邊場冇馬騎啊，揾馬助騎啊咁打電話啊。但係問題嚟講咧。咁啲馬主通常咧俾潘頓問因為潘頓通常問練馬師，例如嗰隻馬點啊，咁有啲練馬師咧都會問下馬主意見嘅，但係有啲練馬師就唔問嘅。咁通常例如外籍練馬師都唔會問馬主意見啦，但係本地練馬師咧都會講一講嘅。咁不過而家就進步咗，其實因為有啲朋友未必知，而家咧佢哋啲練馬師咧都好善用嗰啲 WhatsApp 啊咁樣嘅。例如嗰隻馬嗰日嘅進度點啊，影下張相俾馬主睇啊，即係而家已經係個服務提升到咁啦。因為以前咧練馬師做啲咩咧，有好多馬主都未必知，甚至乎唔關你事啊性啊，即係好似以前可能揀誰嗰啲啦，係咪啊？咁你就唔好多講啦，即係我叔父都講過俾我聽啦。你擺一隻馬喺我度就信晒我，唔好問嚟問去啦。我係練馬師，你唔係知道佢嗰啲啦。咁但係當然啦，簡 Sir 係有料到啊，交到貨啦。但係而家嚟講咧，咁知道啦。就算係練馬師都係服務性行業嚟嘅，咁又唔係話馬主大晒，但係咧都要適當地咧同馬主溝通下。講到隻馬點啊，點解會咁啊？但係其實咧馬主咧都有交代話，其實潘頓攞嚟騎咧，盡量都唔好俾佢咯。點解咁講呢？佢哋唔係話覺得騎功唔好啊，而係第一潘頓騎得偏熱啦。其實坦白講啊，如果係正常馬主咧，都會希望自己贏馬有賠率有分頭㗎，知道自己贏係咪啊？有邊個話中意自己隻馬好熱嘅？咁當然去到啲面子賽事，例如嗰啲大賽性啊，未跑之前成為大熱門，都係一個叫做無上光榮啊嘛。咁但係問題咧，對比翻嗰啲即係可能一啲並非一班馬嘅馬主咧，例如嗰啲四五班浮沉嘅，咁賠率為先啦，係咪啊？咁即係如果隻馬交代咗嘅，咁梗係賠率至上啦。咁話潘頓騎落去就冇賠率嘅，好啦。咁第2樣嘢啦，咁當然啦，當隻馬啦，例如當隻馬試過輸過2-3次嘅，更加之唔想啦，因為就好似有啲似咩咧？你收到米芝蓮嘅讚賞，其實咧就係死亡筆記嚟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你受米芝蓮追捧嗰啲鋪頭咧，通常業主都加租，即係潘頓問你攞嗰隻馬騎咧，你就有機會就係大熱倒做，係咪啊？自己試下問下啦，自己作為馬主懶懶地輸咗咧，都唔覺得有啲咩嘅。熱門輸咧，嗱有啲朋友又未必知，唔係正話係個賠率問題嘅。例如隻馬係熱嘅，馬主啲朋友會話：哇，你隻馬出擊啊，你買唔少喎，係咪啊？你講又唔係，咁你講唔得又唔又更加唔得啦，係咪啊？馬贏咗嘅，冇俾人嘅，你啲朋友絕交都有知啦。但係當隻馬有飛嘅，你又講俾人聽，可能有啲機會嘅，你啲朋友又照買嘅，咁又係絕交都有知啦。所以咧，做馬主其實咧都好多痛苦之處。
就係、例如潘頓騎嘅，咁通知佢都以為你係搏殺噶嘛，咁你話唔係又更加唔得，唔通你話潘頓攞咗隻馬騎咩？嗱，當然啦，啲馬主咧相信咧朋友會相信，咁但係咧問題咧就係、如果係啲馬主疏啲嗰啲朋友咧，就只會咧跑完馬之後咧更加疏，因為點解咧？無論贏輸都好，都好難解釋嘅。所以咧呢個馬主都講啦，唉，即係盡量啦，都有同練馬師透露啦。潘頓問你攞嚟騎嘅，咁盡量都係遊花園啦，直接 say 都好難啊。因為好簡單嚟講啦，係咪啊？今次潘頓揾你，你唔俾佢，他朝你想揾佢搏殺咧，尤其是練馬師左右做人啦。萬一你揾潘頓救亡好，係咪啊？有啲馬難有啲馬難搞嘅，得潘頓搞得掂嘅，咁會㗎。咁有啲馬係難騎啊，咁可能有啲佢哋點解話有啲騎師高啲嘅？一定係有啲法術咁啦。即係咩叫法術咧？即係例如知道啲馬性質啊，究竟用咩方法去令隻馬騎得好啲啊？食邊食得硬啲啊？策騎嗰下會去得盡啲啊？其實潘頓咧都有佢嘅存在價值嘅，一定。咁但係問題係咧，有啲馬主咧就未必話中意隻馬過分熱，同埋一熱門咧輸咗咧就會解釋好多咯。嗱，咁如果咧啱啱有睇我哋賽日片嘅朋友咧，一定聽到啦，黎超星馬房嗰隻金創福威點解急急再出啦？上一次金創福威咧就遇上一隻幾強嘅超班馬啦，咁嗰隻叫做老班精神 1.5 倍，咁焗住咧就因為檔差啦輸咗啦。咁上一次啦，啱啱個場馬嚟啫嘛，排13檔都要急急出啦，因為點解咧？咁佢咧真係個狀態好操好咗啦，可惜又遇上一隻超班馬合夥飛馳，但係冇計啦，金創福威都照砌啦，臨尾落飛6.5倍，所以有時馬房手足嘅資訊咧真係可以幫到大家手。有啲朋友咧仲以為咧金創福威急急出咧就減分，梗係唔係啦，佢係諗住避強手，點知第二次出咧又遇上強手。嗱，好似今次黎超星又有隻咧出一隻啫，7場3班1000米3號，超力量。呢匹馬講到明，上一次咧都好希望贏，因為我哋都講咗黎超星馬房係欠咩咧？欠一匹明星馬。如果有一隻明星馬做招牌咧，咁基本上暑假咧都吸到啲人來頭啊。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咧，馬房咧就好少有啲明星馬，即係可以贏3仗或者睇到有前景嘅馬啦。所以呢隻超力量咧，今次再出咧鬥志係有嘅，但係當然啦，賠率就欠奉。咁大家唔需要話驚佢咩專登倒做啊，佢唔係專登嘅，好似上次咁咧，真係沿途無法望空啦，咁影響咗個衝刺啊，搞到超力量咧就發唔到力。今次排過2檔啦，但係馬房手足話跑 C 跑道咧2檔未必太差㗎，因為再近啲觀眾席嗰度跑㗎嘛，所以超力量出閘咧都可以係喺佢咧右手邊嗰度咧。應該都有啲空位，咁今次一定搏㗎啦。咁因為超力量咧，都上一次咧輸得好唔抵啊。咁黎超星講到明啦，我哋再講多次，佢係好希望有一匹叫做明星馬可以攞嚟散下招牌嘅。第二匹馬就第二個馬房嘅，咁就係呢個丁冠豪馬房。咁其實丁扣上咗岸啦，咁但係有啲馬咧本身季中咧都會希望支持丁冠豪咧，希望幫佢上岸，但係咧搏失咗嘅。尤其是好似第8場4班16米嗰隻11號開心宇宙。馬房手足話咧，其實季中嗰2次跑第2咧。馬房係有信心，咁當然啦，跑第2又唔算係點樣嘅事啦。咁因為你中 Q 啊，亦都有分頭啦。咁其中一仗咧係輸俾超班馬南區之星啦，南區之星上3班都有成績啦。跟住就係開心宇宙再出，亦都跑過第2，輸俾光明傳承。咁上一仗咧其實成馬都好勇嘅，咁可惜排過14檔。馬房手足都話啦，嗰仗咧就盡管一試㗎啦，咁一定，因為隻馬咧個態就上咗力。有態嘅，咁今次啦，等咗大半個月啦，終於再出啦。馬房手足話今次正啦，排過2檔。雖然
佢都話同場有啲側身馬咧都幾超，例如1號紅衣醒目啊呢啲馬啊，咁同埋成日落飛嗰隻8號神驅馬靈喺度啦。但係問題咧，開心宇宙都講到明咧係希望交代嘅同馬主，咁因為點解咧？隻馬係本身咧係希望咧撐丁冠豪上岸，咁丁冠豪上咗岸啦，但係隻馬就未贏噶嘛，未開齋噶嘛，所以丁冠豪咧好想幫呢隻馬交代。今次又係啦，做好功夫咧就未算太辣嘅，因為今季咧都叫做出得幾夠下，咁佢話食料亦都正常，隻馬咧係勇態當中，呢隻開心宇宙咧鬥志上唔需要懷疑噶啦。咁今次用翻上名嘅拍檔啦，班德禮啦，相信應該有利於佢嘅發揮嘅，贏未必，但係問題咧，開心宇宙咧相信今次咧都會有啲賠率分頭嘅。